长大以后才明白，号称中平无奇的花铁干，为何最后会沦落成为卑鄙无耻的烧烤达人？这恶贼诡计多端，他连害了咱们弟兄3个，我不可不防啊！血刀老祖生平从不杀投降之人。当真？你认输投降，我便饶了你性命，绝不会割你一刀。你尽管放心好了。花铁干作为一代鹰爪铁枪门的门主，其枪法早已深入化境，江湖人称中平无敌，是当时1等1的高手。后来更是与仁义陆大刀、陆天书、柔云剑、刘成风、冷月剑、水袋3人结拜为兄弟。4人还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南四旗、落花流水。出场时作为江南武林的领军人物，更是自诩一生行侠仗义，从未做过奸恶之事。如果按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，假以时日，花铁干必定能成为受人敬仰的一代大侠。但就在雪谷一战后，这位曾经满口仁义的大侠却彻底走上卑鄙无耻的不归路，而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，都源自于柔云剑刘成风与雪刀老祖的这场战斗。他本欲助兄弟一臂之力，从后方偷袭，一枪结果了雪刀老祖。哪料这一招中平枪四夷宾服，却早已被雪刀老祖发现。只听一声枪响，枪尖刺入了刘成风胸口，从前胸透入，后背穿出。亲手刺死兄弟的花铁干顿时心神俱震。面对赶来的陆天书和水袋，他不敢承认自己误杀兄弟的锅，反推脱说是雪刀老祖害死的。是这恶贼设计害死了3弟呀！内心的悲愤催促着他极力追赶仇敌，希望以杀掉血刀老祖来弥补内心的愧疚。但后来在亲眼目睹了剩下的2个好兄弟，一个被斩首，一个被锯断腿的惨剧后，花铁干直接被吓破了胆。而对面连战3人的血刀老祖，此时早已是强弩之末。如果要是此时出手，血刀老祖必定命丧当场。可在对方高明的心理战术下，花铁干被吓得弃枪投降。我有妙计72条，今天只有3条。你杀了你江南3个老家伙，还有69条，一条条都要用在你身上。69条，我内力已尽，咱们到那边崖上去大战300回合。不去的是乌龟王八蛋！别，二哥，别，二哥，快动手啊，快呀！只怕他是故意示弱，引我上当啊！二哥，你刚才还没看清楚吗？这恶贼诡计多端，他连害了咱们弟兄3个，我不可不防啊！